大家好，我係仁愛堂田嘉美小學嘅盧啟文。今日我要演講嘅題目係守護西貢綠水青山。我讀書喺唐俊街，居住喺日出康城。大家知唔知啊？呢度全部都係填海造地得返嚟㗎。當年政府為咗發展住宅而填海，但係四周依然保留住美麗嘅海濱長廊同埋接近西貢嘅綠化帶。呢個環境日日都提醒緊我哋，城市發展必須要同生態安全取得平衡。喺城市發展嘅過程中，我哋都必須要堅守生態安全呢條底線。生態安全當中包括住我哋呼吸嘅空氣、飲用嘅水源、腳下嘅土壤同埋生物多樣性。如果呢啲環境受到污染或者過度開發，唔單止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健康，更加會動搖到社會可持續發展嘅根基。正如習近平爺爺講過，綠水青山即係金山銀山。保護好大自然就係保護國家安全嘅一道無形防線。喺香港，特區政府設立咗海岸保護區同埋西貢郊野公園，好似擬議中嘅將軍澳填海計劃，亦依法做好環境評估同埋珊瑚移植。呢一切都證明，就算要發展土地，都必須要同生態安全取得平衡，咁樣先至符合總體國家安全觀。作為小學生，我哋都可以出一分力㗎。去到西貢郊野公園行山或者海濱長廊散步嘅時候，行山唔採花唔捉蟲，唔亂抌垃圾。喺屋企慳水慳電，做好垃圾分類，每件微不足道嘅小事加埋，就係對身體安全最大嘅守護。國安即家安，生態安全穩，我哋嘅西貢，我哋嘅香港先可以一直咁美麗。由我做起，由身邊做起，一齊做個小小生態守護者。多謝各位。